南投民间一位茶农管理茶园是科技化，用这个手机啊，就会当来监控到茶园的状况，毋但袂来浪费到水的资源，嘛会当保障到茶庄的品质。 这有机茶园已经20多档的茶农张木东，除了坚持用天然种植技术来照顾茶园，银行行政院农委会农业试验所伫咧茶园到土地湿度检测仪和自动补水机器来管理茶园。你研究这个数据哦，所以以后压水会改善会卖开遐济水钱。 因为民间乡伫咧中介海拔的所在，水资源较欠缺，发明这种科技压水方式，让农民省真侪水钱。所以你若用滴管，伊会当节省这个水拢爱用买吼，所以加省2/3的迄个开支。茶农张木东讲，用科技来管理茶园有真侪好处，嘛希望透过家己的打拼，让民众拢会当啉到健康佮优质的好茶。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